持林振昇議員提出嘅及經所有議員嘅修正，持續檢視精準扶貧嘅策略議案。國家15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大保障同埋改善民生嘅力度，紮實咁樣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特區政府正研究制定首份香港嘅5年規劃。我認為扶貧政策唔應只停留喺短期嘅紓困，亦都要需要係長遠嘅部署，不應只靠派錢，而要精準識別需要，補足服務嘅缺口，協助市民走出困境，提升社區同埋網絡嘅安全，包括唔受網絡詐騙或者不沉迷賭博，同時係防止更多家庭係墮入貧困嘅。我想特別指出貧唔單止係講收入低，所謂貧窮係缺乏，係不足，有人係缺金錢，有人係缺照顧，有人係缺支援嘅網絡，有人缺重新站起嚟嘅機會。而家社會上有啲家庭，佢表面係未必符合傳統嘅貧窮線嘅定義，例如一啲中產小康嘅月光族。即係每月佢都要支付所有家庭負擔，而並冇積蓄嘅一族。特別如果佢哋家中有獨居長者、雙老互相照顧，或者長期病患者，子女唔喺身邊，或者照顧者本身已經身心俱疲，呢啲同樣係隱性嘅貧困、照顧嘅貧困。所以我認同司長喺日前喺精準扶貧嘅睇法同埋報告。精準扶貧應該由收入審查進入邁向需要嘅識別。政府應該要加強跨部門嘅數據整合，提出照顧者嘅資料庫係有足夠嘅資料係提供，主動咁識別獨居長者、雙老家庭、高壓力嘅照顧者、無家者等等。我建議可以委託社署、公立醫院、診所網絡，建立一個更大嘅資料庫，應用大數據，並透過專業醫療嘅人士、社工、關愛隊協助識別同埋轉介。近年政府推動共創明天同埋社區客廳，為劏房戶提供共用嘅空間煮食、洗衣、社區嘅支援。我認為方向係非常正確嘅。咁我亦都希望追問政府呢種嘅社區客廳會否研究將類似嘅模式擴展至無家者嘅服務，例如無家者較集中、交通方便、易於接觸嘅地點，令到佢哋喺日間可以有沖涼、洗衫、儲物嘅地方。對於政府檢視精準扶貧嘅策略我有以下3點嘅建議：一、扶貧要早發現。前線部門、地區服務隊、關愛隊、社會福利嘅機構、區議會應加強協作，增加資源，擴大轉介機制同埋覆蓋年齡層，特別係關注獨居長者、照顧者，家中有長者或者有啲突變嘅家庭。第二，扶貧要有出路，短期嘅支援以外要串連佢就業、培訓、醫療、精神健康、脫離賭博、加強房屋及長者照顧服務，避免市民長期喺唔同嘅部門之間兜圈。第三，扶貧要地區化，唔同嘅地區就有不同嘅需要。以西貢、將軍澳、坑口、馬鞍山為例，人口增長快，長者照顧者、基層青年家庭服務都需求俱增。雖然社署已經增加咗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嘅計劃，但係制定5年計劃嘅時候，就唔能夠只看全香港嘅平均數，更要檢視地區服務嘅承載力，包括長者日間嘅護理、兒童託管服務、社區復康、基層家庭同埋精神健康嘅支援。主席，共同富裕唔係一句口號，而係我哋香港每一位市民遇到困難嘅時候，知道社會係有門可入、有路可走、有機會重新起嚟。希望讓香港扶貧嘅工作要更有溫度、更精準、更有效。本人謹此陳辭。